各位投資者，你有冇諗過，每日你接觸嘅包裝食品，背後隱藏住一間被低估嘅投資巨頭？今日，我哋將揭開7912T 大日本印刷嘅神秘面紗。佢唔單止係印刷龍頭，更係包裝食品同肉類行業嘅關鍵推手。而家市盈率只係16.23倍，市淨率更係驚人嘅1.13倍。呢個係咪你一直尋找嘅下一個財富增長點？即刻同我哋一齊探索大日本印刷呢個百年巨擘，早已超越傳統印刷，成為全球包裝科技嘅領航者。佢嘅生活與工業材料部門，為我哋每日嘅包裝食品同肉類提供最先進嘅解決方案，佔公司整體收益約2到2成半。想像一下，你食嘅每一份新鮮，背後都有佢嘅技術支持。公司市值高達12700多億日元，實力非凡。從數字上睇，大日本印刷真係一個潛在嘅價值投資機會。佢嘅市盈率只係16.23倍，遠低於市場普遍嘅30倍標準，顯示股價可能被低估。而市淨率更只有1.13倍，代表公司資產紮實，為投資者提供咗堅實嘅後盾。加上1.35%嘅穩定股息，喺當前市場環境下，係咪令人心動呢？公司嘅財務表現同樣亮眼，特別係 EBITDA 增長率達到0.06，即係6%，顯示佢嘅核心業務盈利能力持續提升。而收入同銷售成本嘅複合年增長率都保持喺2%嘅穩定水平。最重要嘅係，佢嘅負債權益比率一直保持喺0.13到0.15嘅低位，財務結構非常穩健，為未來發展提供咗強大嘅支持。日元匯率嘅持續走弱，對大日本印刷呢類具有全球業務嘅公司嚟講，可能係一個重要嘅利好因素。過去1年，日元對美元貶值超過8%，意味着佢哋喺海外賺取嘅收入，換算成日元會更多。呢種貨幣優勢，有望進一步提升佢哋喺國際包裝同材料市場嘅競爭力同盈利能力。喺市場表現方面，大日本印刷嘅股價與日經225指數同所屬嘅工業板塊都呈現出強勁嘅正相關性。長遠嚟講，呢個相關性高達0.96。雖然短期內佢嘅表現有時會稍遜於大市，但高相關性證明佢緊隨大盤同行業嘅脈動，顯示出作為大型企業嘅穩健性，喺行業趨勢中尋求機會。然而，投資者都需要留意潛在嘅風險點。近年，大日本印刷嘅自由現金流對淨收入比率出現咗明顯嘅波動，反映公司喺將盈利轉化為現金流方面，面臨管理挑戰。同時，關鍵字印刷嘅谷歌搜索趨勢呈溫和下降，可能預示住傳統印刷業務正經歷市場變化，需要公司持續創新以維持增長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